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同心来敬拜他，欢迎我们的救主君王降临，圣灵恩膏如雨降临，开口来敬拜这位宇宙的中心耶稣。的中心，世界的中心，耶稣，万物都本于你，属于你，归于你，你是荣耀君王，欢迎君王降临，欢迎君王降临，渴望看见。不